自由工商行过一甲子岁月，除了有悠久传统，更受丰富的教育使命。伫天主的稳定祝福，5月4号全校师生欢喜庆祝60岁生日。除了烘焙课主任亲手制作的大鸡卵糕，这声唱出对自由的爱甲感谢。另外，太鼓甲民俗队等优质社团的精彩演出，更是炒热现场气氛。该校今年以幸在自由再起60为主题，特别邀请第3届杰出校友回来后头处表扬，借出勉励所有自由学生伫各行各业遍地开花，拍开属于家己精彩人生。除了这群杰出校友的成功，讲到自由工商，嘛袂当无讲到民国64年到69年迄时的车影。这群平均55岁以上、上资深73岁校友，真侪拢捌经历过全国高难组冠军，嘛是代表国家前往英国、美国比赛青年队。透过校庆，因再次回来有满腹的回忆，并且甲16、7岁在校生来一抓友谊赛。重温当年在这里的那种感觉哈，那我们刚开始初创的时候，那个校舍只有一半哈，那个这边都还没盖，这个体育场也是后来才盖的哈。那时候我们踢球在下面，当年呢，我们踢足球已经非常的那个兴盛，那个时候，修士啦、神父啊，他们喜欢踢球。他就带着我们去踢球，到外面去比赛了，怎样？那时候我还当了足球队第1任的队长。当时候慈幼慢慢的，在我前几届慢慢有胜利国小、后甲国中的比较专业的足球，就慢慢到来念慈幼高工，所以慈幼高工曾经有几年拿到高中组的全国冠军。社长要开个球了啊！校长认为，这不只是一场老中青3代传承的友谊赛，更是一场冠军荣耀的交接。慈幼的足球队，想当年是代表我们全国参加国际的比赛。我们的足球在全国是所谓的南霸天。那我们的校友们，你看他们虽然60、70岁了，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非常的抖擞。自由学生传承前辈荣耀，参加卡球赛爱面临各种的挑战，有勇气冲破难关。台南新闻，阮吉杨顺怀采访报道。